局長講咧，一直都係負責一啲外交嘅事項嘅，亦都好似阿黃容根議員講咧，即係如果我哋本港居民喺外地有需要尋求協助嗰陣時咧，佢哋都會幫我哋手嘅，即係特別舊年菲律賓事件咧，特派員公署咧都幫咗我哋香港特區好大忙㗎。我亦都感受到咧，即係香港市民咧，亦都係好感謝特派員公署呢啲工作嘅。咁我亦都理解到咧，公署嗰個財政咧，亦都係由中央負責㗎，香港係唔需要付出任何嘅費用㗎。但係似乎一啲市民，包括我哋一啲立法會議員咧，都對公署嗰個了解咧唔係太多。咁我想問一問局長咧，即係當呢個新嘅建築物起好咗之後，即係你哋會唔會同公署傾一傾，揾一啲或者一個指定嘅日子開放俾市民去參觀，俾佢哋對呢個公署嗰個認識更多咧？多謝主席。邊位局長？發展局局長。多謝主席。正如剛才林瑞麟局長講咧，就公署其實近年都做咗好多同社會嚟到去介紹我哋嘅國家嘅外交政策。咁我深信咧，有咗呢個增批嘅地段同埋呢啲額外嘅樓房咧，公署一定可以喺呢啲工作嗰方面咧係可以發揮得更加好。咁但係我一定會將林健鋒議員嘅建議